来乡亲啊，继续嘛是婚姻考核的消息。当地有一间幼稚园，趁即卖防疫的期间，甲校园重新来整理。老师是烧少伫个树位啊，伫个石头来彩绘这个动物甲生物，希望到时阵恢复上课的时阵，互学生一个活泼美丽校园。 英文老师摇雨伞一个涂骹正伫画图，考核下路一间幼稚园利用防疫期间，囡仔无伫学校的时，将这个校园重新搁油漆过。我们其实本来是想要叫小朋友一起画，可是因为就是刚好他们停课，就刚好因为疫情关系，然后想要那不然老师就画。 虽然我都甲囡仔做伙画有淡薄可惜，也毋过想到囡仔开学后看到无共款的校园，迄款欢喜的心情，因讲搁较忝，冇简单。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！哎呀，大家一起参与，然后画一些就是小朋友平常喜欢的东西。这海洋的生物甲网甲人物等等，是这老师为3礼拜的成果。我觉得画的还蛮快乐的，因为这时候疫情关系，小孩子没办法来，我们给他把它布置的更丰富一点，那小朋友来的时候会更快乐。老师讲，唔知等到什么时阵才有法度让囡仔恢复正常的上课。 因希望讲，囡仔过来上课的时，会使感受到老师的用心。